要讲价。头壳剁长才认罪。鱼啊无钓起来讲足大尾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有够含呢？鱼啊还未钓起来，就看足大尾。你唔捌看即款的人哦？哎哟，阮隔壁一个阿娇啊，迄阿娇外表，花桥迄桥啊，嘿啊嘿啦，阿娇啦，嘿啦，哦，迄人安尼外表斯文啊，外口臭大的咧，嘿啊，讲伊若即个代志还未做，伊就讲哦，这个代志做得有够赞，有够成功，功劳拢伊的啦。嘿，我感即款人呀，后白讲啊，我会讲我。讲名讲姓呢，伊是你讲阿娇啦。哦，人字旁迄个娇对啦，啊，我讲的迄句哦，做头壳剁长才认罪啊，就是有一款死人硬嘴巴的人。迄吼，甲问讲说你有做甚歹代志哦，拢唔讲哦，安怎甲刑，安怎甲讲，安怎甲拍，安怎甲推都唔承认就对啦。啊，听人讲用判死刑啊，头壳剁长啊，哈哈，即讲哇有啦有做啦，迄死人硬嘴巴。迄就是见到棺材才流目屎就对啦。要不得，要不得吼。啊，我咧讲的吼，猪啊吼。开始才要讲价意思，就讲。你讲的嘛唔对，猪啊开始就做肉虎啊。啊，唔是啦，迄就是俗语的意思啦。比如吼，讲阮隔壁倒一个阿倒的啦吼，偌爱水的呢。啊，人啊讲伊吼帅哥哦，哦，啊伊就拢袂记你天啊地啊啦。一摆去百货公司哦，我甲伊说的时阵吼，哦，人个小姐就讲，哎呦诶，你好帅呀，你好帅呀。哦，一个听好帅啦，逐次拢，啊，这次嘛买，迄次嘛买，一个讲啊算咧到地了呢吼。哇，几落万呐！因为吼，拢无大声甲问讲计数啦，啊，一个讲伊缘投呢，就开始搬，才来后悔啦。你即摆咧讲这个人，我感觉伫遐捌看呢，这面色哦。伫阮兜啦，下早时啊，爬起咧洗喙的时，我定看啦。啊，这无诶，迄大宝若寄上互你特写的时阵，啊，背，迄就是互我惊死的人啊。所以咱做人应该就要呀，以爱精神。原通我烧酒吃熬啉，一摊又一摊啉袂停。烧酒若会当解忧愁，解忧愁，为啥又愈啉心愈硬？怨叹着无情的男生。